曲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这件代志无遐尔啊单纯，你会无缘无故，甲准色的户口签来咱遮，到底是为啥？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我是有真心做客囝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无法度替你生下一男半女。你甲阿嬷虽然讲拢无讲啥。 不过我知你心肝内一定足着急，实际上我是比你搁较着急。我叫你做某，我嘛希望甲别个查某人同款，替家己的翁婿生一个骨肉。也过天公伯哦，好在就你甲我作对，也若无，但是我顶世人毋做啥物歹心顶的代志。 我都甲你讲过，这个代志吼是急无落来啊。秀华，我能了解你的心情。我嘛捌想讲要带一个囡仔转来饲，我想要再招一个小弟啊。啊，不过我甲阿妈唔同意。我毋知想讲，准心应该是一个上好的选择。上起码是阮阿兄的囝，算然嘛是家己的人啊。其实吼。 我毋是一个无度量的人，对，我启动迄个。阮阿兄后嫂当然是同意，也是无阮来甲大主大姨做主嘛。搁再讲，因最近可能去南部去开发市场，准新早嘛是爱徛伫咱兜啊。所以，你是毋是当原谅我？其实吼，这个代志讲清楚，就无代志啊啦。 明良吼是一个真乖的囡仔，只要吼你用心甲对待，虽然伊毋是你亲生的，相信伊绝对甲你当做亲生妈妈同款甲你看待啊。啊，毋过，哇，你放心啦，你加用一寡时间陪伊。即摆吼，阁有俊生甲金兴这三个囡仔要互你照顾，以后你做袂到。只要阿嬷、你，啊，靠明良会当谅解我。 我管他袂用哦，我拢袂要紧啊。明良，明良，你是咧喊啥？明良，等去我要甲他做讲，讲你伫学校拢无照顾我，而且搁欺负我。我哪有啊？那么你哪会拢唔等我，搁一直行？哪有男生甲女生咧行做伙？你唔惊人笑，我搁惊人笑咧。哈哈哈哈哈！男生爱女生。 明仔载啊，我要去甲班的同学讲。毛俊兴，你莫再骂我袂讲哦！你若跟我袂讲，我就来跑。你跟我跑？好啊，来啊！我也捌讲哦，你是要去高中哦，捡电爱的啦。我惊这无人爱的。你在讲啥？好在你我讲一摆。讲你是无人爱的囡仔。好啊，你真可爱呢！我要好好甲你学一摆啦。哎，明良，俊兴，你莫玩假啦！你小怕？ 你那是在创啥啊？那是在玩假啊！明良，你那是在创啥？拄则我甲恁阿母去好好接，慢一步尔，啊，恁就谈遮相拍，安尼袂笑死人哦。阿哥，拢是美容啦，是你先甲我拍的啦。啥人会笑我？我是笑你安怎？俊兴笑明良讲男生爱女生啦，搁讲伊是阿姑，伊叫伊回来，伊是无人爱的囡仔啦。明良啊，俊兴你甲你滚算笑的啦。你啥物时来甲我讲生笑啦？明良啊，袂使甲恁阿母吼大细声。你毋是我阿母啦！明良，明良。志玲啊，莫甲聊嘛啦，我咱先走这两过来，你知影咯，各位。好，来来来，坐下。 奇怪，啊，这啥的皮包啊？哈，内底阁有钱呢。我想哦，这6支皮包的人哦，一定会足着急的。
搁看，有影是伫遮等较好。是要安怎啦？阿姨，你咧做啥？我要找一卡背包，内底有2000块，是阮头家娘叫我摕叫餐厅的定金。敢是卡？对，就是这卡，你捡到的哦。多谢你哦，小朋友。我就知影找这卡背包的人一定就着去的，所以我就伫遮等来。你号做什么名？我号做吴明良啦。吴明良。啊，恁家住伫倒位？较早是住伫咧增加溪边的阿寮，啊，毋过即马住伫咧别人家啦。住伫别人家。溪边的阿寮，溪边的阿寮。阿姨，啊，你是安怎啊？无啦，无安怎啦。我若感觉有一件足熟悉的代志，浮伫我脑海中，突然间，搁无去啊。我嘛同款呢。有当时哦，我有梦到一寡咧想来想去啊，毋过醒来了，啥物拢无啊。真是的哦。娘娘，我拄仔看到你，就有一种足特别的感觉，敢若咱熟识足久的。你敢有亲情？伫遮哦是无啥物亲情啦，啊，毋过阿姨，我甲你讲的较亲切呢。真是的哦。我嘛有这种感觉，我嘛无啥物亲情。甲你讲话，我感觉真趣味。安尼啦，你逐工放学的时阵，咱就伫咧对面的迄个公园仔见面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毋过咱见面是要创啥？无啦，罔开讲啊。对啦，你想爱食什么物件，我炒来互你食。阿健。好，安我炒卤鸭健互你食。你伫遮等足久啊吼，安尼紧转去，啊无恁兜的人会烦恼。哦，好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明亮啊，你到底是走去倒啦？无啦，我敢若心情无好，四界行行。阿爸先载俊生甲银行倒转，结果发现你还未到厝，啊，做是烦恼到要死呢。我唔才搁出来找你。对啦，明亮，你若有啥物代志会用甲阮讲啊？你无想要转去世界学袂走，万不你若发生啥物代志，阮是要安怎甲你阿做交代？是的啦，我敢若无想要甲俊生因行斗阵，我以后袂搁安尼啊啦。好啊啦，咱紧转来。今仔日恁阿舅有办青草要请咱的。哎呀，家东啊，你哪对遐客气啦？啊，搁去餐厅叫甲咱几道菜，互你破胃食歹势啊！好啦，啊，今仔日是阿嬷金生倒转来咧，这是真欢喜的日子啦。啊，照你讲咧，请大家来去餐厅，好啊来庆祝一下。我就实话讲，阿嬷较无爱出去啦，所以我对餐厅叫菜转来嘛是共款嘛。是啊，踮厝内面吼庆祝明亮转来归家，啊，趁这个机会吼，咱大家联络感情，安尼毋是真好？大嫂吼讲了有理。明亮、俊生、林英，恁拢有听的吼。恁三个人是阿祖的干仔孙哦，以后吼袂使冤家，爱互相照顾，知影无？对啦对啦，啊，恁两个查甫爱好好照顾阮盈盈哦，安尼吼较有生查某囡仔。是。啊，明亮，咱以后看旁听。明亮，你是食无饱是？有啦有啦，我有食饱。可能是增加多过，啊，较避暑，啊，今日找有人济，阁有加食，我阁找来食。林良，来，赶过来。真卡死。林英，咱来出去外口耍。林良，你看你想要食啥吼，你尽管甲食。虽然讲这是阿姑请，啊，不过这是咱家，你唔免感觉客气，爱食啥甲食甲饱，
是毋是我伫遮啊？你歹势食？啊无，我咧客厅陪人客，你家己一人伫遮食好无？哇，遮尔侪好食的物件，我需要包无伫遮，啊无伫当配烧酒啊呢。对哦，礼拜我要转去阿寮啊，我会当炸一罐物件互伊食。阿爸，我来到这个新阿爸的厝，已经几啊天啊啦。我实在足想你的，我有照你的吩咐哦，决定哦，袂甲迄个俊生甲婷婷冤家啊啦。啊，毋过你有听到我的话无？爱记咧食药啊哦，酒哦毋通啉伤济啦，爱会记咧饲啊。啊，对啦，迄个讲是我的阿母的人，伊对我是真好啦。啊，毋过我就是无啥介意。规日哦，我有熟识一个阿姨啊，伊对我足好的呢。我甲伊讲话哦，嘛足自然的哦。连讲若有机会哦，我想要带伊转去，来去参观咱的阿寮啦。在这哭。明了，明了。阿姨。美玲，啊，你来找我来吵嘛？因为有人要甲我对啊，我偏偏无爱互伊对，所以变伫咧巷仔口，等找无我的时阵哦，我才走来遮啦。啊，你啥拢来无互因对？这是咱两人的秘密啦。对，这是咱两个人的秘密。啊，对啦，我都阿金要你食呢。多谢。哇，足香的呢！阿姨，你老的哦，袂煞阿姨姊嘛哦。阿姨姊嘛？啥是阿姨姊嘛？伊是住伫阮阿寮附近的厝边啦，伊个人足好的呢。有当时哦，变出球猫啊，阮食哦。伊还阁有一个查某囝，伊叫做庆兰啊，伊是我上介好的朋友呢。原来你有上介好的朋友，无怪你无介意这个朋友。是啦，即摆的朋友甲较早的朋友拢无共款啊，所以哦，我较袂习惯。朋友是愈济愈好啊，只要会当互相了解、互相帮助，不管你住伫咧倒位，大家拢嘛会用变成好朋友啊。哦，对啦，阿姨，礼拜哦，我要转去阿寮，你要甲我做伙转去无？阿姨嘛，足想要甲你去的，啊，毋过阿姨伫咧人家煮饭，我若是话走就走。啊，头家甲头家娘是要食啥？因敢无手，叫因家己煮就好啊嘛。袂用的啦，安尼头家甲头家娘请我要创啥？啊，毋过听你安尼讲，你住的所在一定足水的。安尼啦，连工哦，你一定爱带伊去佚佗哦。好，就安尼约束。好，就安尼约束。可能是小鸡的款，小鸡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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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奇怪，安尼无看的人影。冰凉，冰凉。爸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家己会用行来转去，你莫来甲我改好无？冰凉，阿爸问你咧，你是毋是有熟识一个阿姨？拄则你有甲伊见面着？你哪会知影？你紧甲我讲，伊是毋是叫淑姬啊？伊是专工来找你的。伊讲你是伊的囝对无？你讲啥我拢听无啦。啊，你的批毋是写讲你有熟识一个阿姨，拄则你甲伊见面着？我无爱甲你讲啦，奇怪，你是安怎看我的批啊？这是我要孝阮阿爸的呢。冰凉，添加毋是你的老爸，我正是啊。你怎毋是咧？阮阿爸才有通看我的批啦，我无爱甲你讲的啦。冰凉，冰凉。啥物代志？电话中袂用讲，啊，你暂时甲我叫来啦。水金啊，我看到淑姬啊。淑姬，啊人嘞？你拄看到伊啊？我伫坎顶的街仔路去拄着啦。我想要甲叫，结果我叫去，就无看人影。你会看唔到人无？啊，若真正是安怎这么多年一直无伊的消息？就算讲伊安尼真正这么啊怨恨你，是安怎也拢无去压了看唔着？办讲伊的心肝真正这么凶？坦白讲。我嘛无法度确定讲迄个人就是伊。敢讲有人甲淑姬啊生甲遮尔啊同款？这嘛有可能呢。啊，当这十几年来，我甲玉嬿安尼四界探听，就是无伊的消息。我咧想吼，可能是你认唔着人啊啦。不管安怎讲，这个线索我绝对袂放弃啦。搁再讲，最近明明熟识一个阿姨，假使这个阿姨若真正是淑姬啊，那呢？伊安尼做到底是啥目的？若是讲迄个查某真正是淑姬，啊，伊阁是明良熟识阿姨，嘿，我看吼，这件代志无遐尔单纯哦。凡事吼，伊是要来甲你那带走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所以吼，我要拜托你，你去坎顶的街仔路吼，甲我探听看人熟识淑姬啊无？若是明良迄方面吼，我会豆豆甲伊讲，相信明良一定会甲我讲迄个阿姨到底是啥物人。好啦。这件代志吼，我来处理。阿妈迄方面吼，是万请互伊知影。啊，若无，若是迄个查某毋是淑姬哦，伊一定会足失望的。啊，搁有哦，这件代志吼，你千万就袂用互阿嫂知影。若无吼，代志会愈来愈复杂。素琴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三顿拢煮鸭肉，是鸭肉在大楼价是无？我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迄是我甲伊讲的啦，因为我甲讲我爱食这个鸭肉咧，所以最近毋知拢去传一款鸭肉互我食。是安尼哦，敢袂是你在替伊讲话？我要来替伊讲话啦。啊，对了，我前日是要来讲咧，咱过年讲啊，爱煞来去南部播一段时间。头家，是安怎来去南部？哦，因为我最近伫高雄甲人投资一间这外车工厂啊，我家己爱亲身来去监督啊，所以哦，无来南部住啊。安尼好啊，素琴转头咧遮照顾这间厝啊。无咯，伊今日到店来去，啊，这厝哦，叫这秀华三不时啊，等下顺顺看看就好啊。咱即摆来去南部，要搁另外请一个人，迄是足麻烦的呢。啊，搁来讲啊，我食伊煮的菜，食10多年啊，惯势啊，吼。对吼，我煞毋知影你即摆口味变做爱食鸭肉。